陈廷波一张1941年的图里，3丛大树仔栽伫遐，这是80年前的台南新学院。1869年，长老教会为着培育台湾的在地传教士，请英国的马雅各医师来台湾，伫台湾甲高雄技校开设传道者速成班、传教者养成班，是台南新学院的前身。一直到1876年，巴克利牧师甲合并做台南大学新学校，开展在地传教士的养成之路。巴克利牧师伊迄阵是26岁来到台湾，伊定讲上帝互伊来派伊来台湾，就是因为伊脚长，会当行较侪路安尼。伊来了后，伊就真正看去台湾即个办新学教育的需要。巴克利牧师毋但办学校，阁发行台湾第一份报纸《台湾府城教会报》，将世界信息引入来，互台湾人看见外口的世界是啥物款。咱较袂讲叫做古井水家啦，井底之蛙安尼。通过报纸的发行，无共款的地区会当迄个信息的流通，哪像即马迄个媒体的迄个效果共款。台湾府城教会报用白话字书写，也就是苏当时巴克利牧师大力推崇的文字，嘛用白话字写圣经，教导有缘影响大义世界。耶和华爱你什么？独独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。台南新学院中有喷水池，阁有十字架形的步道，亲像欧洲修道院同款。礼拜堂接近西方圆形的基督教堂外形，采用长柱形的巴斯利卡建筑。伊是即个所谓仿罗马式的格式安尼，甲一个半圆形的圣堂。因为当时规划起即间礼拜堂的是一个外国的宣教师，所以就将即款的规家模型甲伊放伫咱的学校内底。100年的新学院，却因为日本统治要求敬拜神社，办学停8冬之久，一直到战后，头一位台湾人牧师黄章辉担任校长，才阁恢复上课。张义牧师伊当时有看见一个足要紧的宣教的即款出发点，伊就是讲宗教是一个文化的产物，所以宗教一定要有文化的要素，甲宗教结合做伙，才会久长。基督教本来就是一个对西方传来的宗教，你爱互伊本地化，也是讲甲本地的文化风俗有一个对话转换。黄章辉若振兴台南新学院，对台湾民主进程也真重要。1971年，伊担任新学教育基金会主任。当年，咱国退出联合国，台湾长老教会发表国事声明。张辉牧师保护较强调这个台湾人的这个主体性，就真做当时主政当权者的眼中钉，所以后来就改国来做乌名单嘛。咱知乌名单就是你袂当回来，你来伫国外唱黄昏的故乡。上街仔头参与抗议，或者是对社会发表施政意见，反抗不公不义。一直拢是台南新学院自创立到今奉行实践的传统，毋捌断过。